这系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蒋阳。本期的主要新闻有：司政边巴次仁致函祝贺欧洲议会新任议长罗伯特·梅索拉女士，外交部长诺增卓玛女士祝贺印藏协调组织举办有关西藏的系列活动。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候补议员丹增曲真女士宣誓就职，驻伦敦办事处代表参加苏格兰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会议，驻德里代表中匈欧洲拜会印度国会各党派西藏论坛召集人，驻北美办事处召开加拿大境内6个藏人协会的年度大会。澳大利亚藏人民众敦促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冬奥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二1月25号致函祝贺罗伯塔·梅索拉女士当选为欧洲议会新一届议长，呼吁欧洲议会继续支持西藏，帮助西藏人民彻底结束苦难。司政在贺函中指出，他希望欧洲议会继续在梅索拉女士的领导下，支持和促进解决藏中冲突，帮助西藏人民彻底结束苦难，并强调了欧洲议会与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之间长期保持的联系。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女士于上周六1月29号祝贺总部位于印度的援藏团体印藏协调组织启动每周一次的有关西藏议题的网络对话活动。部长诺增卓玛女士在对话活动启动仪式上致辞时，赞扬了印藏协调组织及时推出这一活动，向印度各界介绍中国在西藏境内实施的镇压政策和真实状况。她还感谢印藏协调组织自1999年成立以来，通过抗议游行和不同的活动，积极在印度提出西藏问题，并增强其能力。作为该组织提高公共意识运动的一部分，每周一次的网络对话活动将以西藏的现状和未来为主题进行讨论。此外，在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微藏选区的议员顿珠扎西先生辞职后，候补议员丹增曲真女士于本周三2月2号正式宣誓就职。议长堪布索南丹培主持了当天的宣誓仪式。根据流亡藏人选举法第57条第2款的规定，议员的更换是从选举委员会为有关选区制定的后备候补名单中选任。议员东珠扎西先生从议会辞职后，担任了印度拉达克索兰宁藏人定居点的首席代表一职。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代表索囊次仁先生于上周五1月28号通过网络视讯出席了苏格兰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举办的会议。代表索囊次仁先生在会议上发言时，向议员们介绍了上个月在巴黎举行的欧洲藏人社区年度会议上讨论的有关抵制北京冬奥会的集体行动和西藏问题宣传运动等问题。苏格兰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主席和与会议员们在会议上讨论了上次会议的各项议程，并就北京冬奥会有关的集会和运动的最新情况，以及今年3月10日的行动计划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会各党派的议员们对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深表关切，并保证将全力支持西藏自由运动。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德里办事处代表中匈欧洲先生于本周一1月31号在首都新德里拜访了印度国会上议院议员
国会各党派西藏论坛召集人苏杰特·库马尔先生。代表中琼欧洲先生在拜访期间，向库马尔先生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倡导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和驻德里办事处的运作情况等问题。库马尔先生保证将全力支持西藏问题，并强调他将尽最大的努力，使印度国会各党派西藏论坛更加积极地倡导西藏自由事业。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于上周六1月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通过网络召开了加拿大境内6个藏人协会的年度大会。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博士在会议上向与会者介绍了加强和扩大宣传西藏议题方面的工作，并呼吁年轻一代藏人积极参与到藏人行政中央近期发起的藏人自愿宣传西藏小组项目中。来自加拿大、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卡尔加里、温哥华和维多利亚岛的6个藏人协会的代表在会议上简要介绍了各自所在地区展开宣传西藏的情况。与此同时，驻北美办事处的华人联络官次城嘉措先生于上周末通过网络参加了中国民主党第3次特别代表大会。次城嘉措先生在会议上致辞时，向与会华人介绍了中共当局在西藏实施消灭西藏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的各项政策，包括东土厥斯坦人权活动家、中国民运人士和学者等相关人士也参加了为期2天的会议。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召开前夕，澳大利亚纽卡斯尔藏人协会于1月31号开始展开为期5天的徒步游行活动，敦促国际社会共同抵制北京冬奥会。本周一1月31号，大批居住在澳洲的藏人从不同的城市聚集在一起，开始从纽卡斯尔地区到悉尼市之间展开名为“为西藏和平而行”的长途游行活动，敦促国际社会共同抵制北京冬奥会，并呼吁澳洲电视网拒绝转播相关赛事，以及沿途向澳洲民众介绍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澳大利亚众议院议员莎朗·克莱顿女士应邀参加了和平游行活动的揭幕仪式。她在活动上发言时，谴责中国在西藏持续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强调通过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藏人发起反对中国的运动，对于让中国为其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具有重要意义。他还敦促全世界的藏人积极参与到抗议中国的运动中。据了解，本次长途和平游行活动由纽卡斯尔地区的藏人协会组织，西藏前知名政治犯巴珠、前政治犯丹增顿月、达瓦扎西、扎西才旦、白马措、丹增冈拉和格温加等参加了长达182公里路程的游行。各位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